用心，咱经营这本书苦心的栽培，用心的教育，所以呢，咱才都会当真平安、真健康的坐大车来听法会。这是咱的一种福报。原来讲呢，其实咱有迄个因缘来坐这个圣堂开法会，这拢是咱家己过去世所种来的福报。即使咱今仔日，莫讲今仔日，今年旧年啦旧年一年的当中，拢会当平安、快乐、幸福、美满。这拢是天运事业。所以过去呢，咱会去回想讲，如果咱伫这个修办道的过程当中，如果若用一字要来讲出我对咱一生当中，会用一字来做代表，咱要用啥物字？互咱家己想一下，讲若要互咱用一字来代表讲，咱对咱修行行道呢，遮尔感恩，遮尔快乐的物件，咱要用对一字。那和谐的意一字来讲就对，和谐的心就讲我要用道。用道来感恩着讲我一切，我对修办道的一种感恩的心情。若无有道，咱袂当遮尔快乐，遮尔幸福，真正。若无上天降这个大道，咱嘛无迄个因缘来求着这自古以来不平凡的大道。道有好无？我教大声，道有好无？你就拼劲啊啦，讲对。若拼真好，咱就爱大声讲出来嘛。那如果若用两字咧？若用两字要来做咱对道场也好，咱对别人也好，有用两字来互你讲出你对道的好处，你要用对两字。若和谐要用感恩。感恩嘛，人若无感恩的心，绝对参人袂做伙。人若无感恩的心，你做一切的事业也好，参人为人处事也好，绝对袂顺遂。所以对一切咱拢爱抱着感恩的心啦。感恩毋是干那用嘴讲，你爱做到互人会感恩，迄才是真正的成功嘛。如果若用三字咧，我感恩。其实若用三字咧，咱爱有互我的感受着讲，咱爱用欢喜做。大家拢做跳。一切拢爱有欢喜的心去做任何代志嘛。若无的话咧，像较早咧，咧读册的时阵，阮妈妈若叫我去洗碗拢洗甲无清无悬。有当时搁若无出去讲话嘛，讲你是要洗碗哩，对不对？咱爱用欢喜做嘛，加关心嘛，有够巧的嘛。但是咱拢知，但是要会当深入去甲感受即句话，有当时爱功夫嘞。真正嘞，有当时代志咧烦嘞，代志有够烦嘞，你若无抱着欢喜心去咧做，有当时做到一个烦嘞，你莫来烦我啦，我代志若济会做到安尼咧。心地就压起来安尼，安尼咱就无感恩啊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无欢喜做啊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咱爱有欢喜做的心来做任何代志。
那安尼你会感觉你一时当你做的代志，你会更加快乐，你的心情会更加好。那安尼你对任何人，你就袂有埋怨；你对任何事，你嘛袂怨叹。一切拢是咱家己爱去承受的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若拄着考验啦，还是拄着破病啦，咱会拢会怪咱的命运无好，还是怪咱的运路无好。其实这嘛毋是安尼讲，因为有当时啊讲的，人家讲的小病不小心，大病安怎啊？有原因嘛？你小病不小心就讲，有当时啊，咱若穿衫无注意，感冒着，迄就是你家己无去注意的。但是咱大病绝对有原因，有原因的原因就是讲，咱过去世有欠人，即世呢，来咧甲咱活咱的苦根，消咱的苦业，哦，啊无单拄啊，迄个咱简单书时常咧甲咱讲，若要了业，你是要来分堂了业，还是要去病院了业？当然。不同。哦，来分堂了业，上有智慧的人是安尼。哦，上有智慧的人，伊会找时间来分堂了业。哦，啊，如果若用死意咧，用死意要来做一个感谢事，咱要用过死意。哦，安尼用死意天恩师德。哦，天恩师德，那么上天慈悲，咱师尊师母，咱迄个弥勒祖师，请伫咱慈大悲，咱今仔日无多人求，哦，咱师尊甲咱派偌济业，咱拢毋知影。哦，求道你就是济公老师的道理，济公老师呢，拢甲咱派偌济业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毋知影。所以你啊看济公老师，虽然328，因为伊为啥物会328？因为伊着派着咱众生的业，伊要爱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求着道以后，你有健康的身体来修行学道，你毋通互你过去的业来甲你讨，若互过去的业来甲咱讨吼，就做麻烦啊。所以咱一定爱感恩天恩师德。啊，若用五字咧，用五字咱大家上歹啊。若用五字吼，这可能爱每一个人手抱合同，家己心内想。手抱合同的咧，我歹啊，无会就是字哦。家己心内去想迄五字，咱讲出来哦。家己想迄五字啥？1、2、3、4、5。哦，真个，哦，咱求着道，上天赐予五字互咱，毋是要互咱财业较严的，咱时时刻刻拢爱念，暗时啊要困念10摆，透下早时啊起来嘛念10摆，我保证咱念困，迄个心会变，对道有肯定。所以，咱足侪真简单点呢，迄五字呢，拢上爱求着道有迄五字落，其实迄五字呢，拢是要互咱暗念的，你时时刻刻拢会当念，但是毋通念出声就好啊，我心内咧念看吼，因为咱过去吼佛教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阿婆啊。有一个阿婆安尼，伊就咧问讲，啊，我要念迄个阿摩尼法利好，哦，阿摩尼法利好，当伊念到啥物程度，伊本来念一句阿摩尼法利好，就甲头仔捡一粒过即个地瓜仔里，念一句，搁甲捡一粒，念一句，搁甲捡一粒，伊念到吼。毋免用手去，
红毛年8里风，迄头仔就自动跳过。你唔通讲无可能哦。哦，迄是咱人的一个练意，迄念力足重要。啊，所以呢，咱求药道，咱知影迄5字无？唔知影也是下骹咧讲三宝，会当去听哦，真会当去听哦。哦，迄5字，我真袂使讲嘛吼。咱爱时时念伊咱的心肝咧，真正互我讲甲咱保证，对咱绝对有帮助。啊，袂咱讲要安怎念佛，要去到西方，念佛就是念迄5字。你暗时啊，我教恁一个方法，暗时啊，若困袂去，啊，讲好咧，迄5字一来念，你着自然心清净着困袂去啊。哦，啊，无咱修行啊，就叫做三宝。三宝是做人啊珍贵、做人啊宝贵的物件嘛。啊，咱拢袂晓用，更多迄个更多拖咧生活，所以咱时常爱去念嘛。啊，若逐字呢，若要用逐字呢，感恩天师的，咱的有感恩天师。所以呢，我一个时间若无介济，咱就来看一寡咱道场。107年以来，咱道场所咧办的活动是啥物？互咱做一个参考，互咱知影讲哦，原来咱的道场有遮尔啊济活动哦。我呢先来放即个讲。因为咱真有迄个读经班，搁有日照的。日照的呢，就是讲咱下老菩萨，哦，拜一到拜5，拢会来佛堂遮呢，因8点来始，啊到下晡3点半，哦，啊就来遮大家做伙开讲，食饭，啊有请这个志工老师来甲咱上课，互咱老菩萨呢。唔通经营大厝，哦，你若经营大厝呢，敢遐济无聊，嘛是咧过。但是如果若有来负担呢，咱就心情会较快乐，哦。老菩萨登拜下书华，虽然人家并无健康，但是爱文难靠他写嘞。迄话拢毋捌字，无啥会晓写家己的人名。爱当做游戏哦。啊，小的念甲咱记，哦，用心咧念甲咱记，啊，对呀。啊，大家 OK，这样就说。爱咱教咱去读伊的经典，啊，咱教咱写春联，哦，啊，后盖咧画图，啊，这是办理外国指导。因为咱道场咱来讲修道场，咱都来办图啊，都来画啊。啊，这是伫外口，大家啊吼，伫内底相拖，啊，这是外口较凉。啊，这是辛苦的迄个厨房的师傅。啊，咱每一工煮的菜拢这几项。
这是读经班的小朋友。所以咱呐，厝里呐有小朋友，向他传来咱记得，咱有全部的老师咧带的，带读经啊，带做啊本条啊，这是咱的我头边听课的，听课的我了哦。我介回答伊，大家拢回答足欢喜。现在是来第一个动作，就是爱做健康的运动操。虽然咱这无偌济个，所以是常的，但是嘛，大家都快乐的咯。开始做的花钱，叫伊开始做回工，家己也的做做伙，嘛有咧带摸班课、做班课。哦，刘明长宽夫妇。嘛会当做报迄个读经会考。哦，读经大状元。这是咱的读经班长制造的，咱都有迄个。那家精神奖。咱的爱上的训练班，因为咱记得说，一定爱学礼节，学礼节要互咱大家拜拜的时候，咱可以安排，嘛会当有了活的机会。因为咱记得说，然后学礼节的意思，咱来运用咱会晓参拜。因为学了的礼节，学对有意。咱过去咧看讲，咱学的礼节是周公大礼，是咱我听过、我看过上重要的礼节，所以咱做的礼节总是叫做周公大礼。你若无来学呢，你要安怎做对的？迄动作就标准。你像我读书早册啦，还是点名早册，你拢70几岁啊，伊嘛是咧学礼节。你就看咱这个上海礼节哦，拢是遮做早，真重要。伊都是对礼节班一步一步稳定起来的。讲有着说前到以后，就咱来做上海的，你做对一步学习啊。
时的结婚。啊，你三宝若袂晓讲咧，对咱受影响到，你就会产生怀疑，你就会无信心。啊，如果你若对三宝咧有认真的认识，你就知影哦，原来我伫咧三宝，就是过日子，我菩萨，你就咧三宝共款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我有做袂讲时间因为咱运动其实呢，有咱有办真侪班组，嘛办有了真侪个活动。最主要就讲，咱修行是爱活法，爱活法毋是死板的，毋是古板的。修行若无活法，嘛无古板，伊即马现代的社会就对啦。要防震动呢，可能有较困难。所以咱在修行学道的过程当中，拢想尽办法，要互道亲在运动咧，参咱重修重办。为安怎讲？因为咱每一个人既然踏入了爱上这个大家庭，咱每一个人拢是爱上的一份子，嘛爱为爱上出一份力。你啊看一个家庭无和谐啦，咱讲家和万事兴嘛，家不和万事平嘛。咱既然是爱上的一家庭的一份子，咱拢爱出一份心，出一份力，来帮助咱这个爱上的道路会当更方便、更发达。咱即马就是讲，到过年有推广迄个开发保护丛，大人的功德上大，大人的功德上好，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毋免歹势，爱较直开嘴的。遇到人就问讲你有求道无？伊若讲我求道你有求道我嘛有求道，咱就来到是道亲，咱甲按一个手。如果讲你有求道无？伊若讲无，啥物时阵阮遐有咧办道，你参我来拜拜好无？安尼就好啊，道理毋免讲伤济。你干那讲阮店是有咧办道，有咧拜拜，你参我来拜拜好无？伊若甲你应好，你就度一个人安尼。伊若甲你应无好，你会就讲无后礼拜阮有哪有？后礼拜阮有哪有咧办道？你后礼拜人会参我来。纸一个碎甲讲，咱也袂减一块肉啦，对不对？无定就互你倒来，你就加度一个人的功德啊，对不对？好无？较大声的好无？好。到遮啦感谢上天助庇最后祝咱大家身体健康，道路方便，感恩。大众请起。感谢讲师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恭喜。